喙就要保养你的好名声，因为你无爱这物，若爱我就要现，小济你也无欢喜。上帝所爱济就是忧伤的神，上帝啊，忧伤痛悔的心，你无要看轻伊。咱即时做伙来吟诗学了上帝，圣诗63首，圣诗63首，请咱起立来吟。请坐。这时阵，咱做伙同心来祈祷。全能永活的天父，疼的源头，阮感谢你，因为主耶稣流出的宝血，洗清阮的罪，互阮通得到你的拣选，成做你的儿女，会通伫即个主的大家庭，成做一份子。阮即时用着谦卑、较无的心来敬拜你。我要感谢主你的保护，互阮平安会通甲众兄弟来学乐吟诗你的圣名。阮检采即句有侪兄弟姊妹透过无共款的管道，伫厝内伫做伙甲阮做咧敬拜。检采是伫病床中，有的人是因为照顾爸母，无法度来到伫圣殿，甲阮做伙来吟诗学乐你。总是阮知影你的疼，拢甲因三甲伫地。愿你的圣神来继续带领因。阮即个时阵，请你的圣神降临伫阮的中间，来接纳阮所献的心，通得到你的欢喜甘乐。怜悯人的天父上帝，阮即时来到伫你的面前，要用祈祷，要认罪悔改，因阮常常做了侪你所无欢喜的事。当阮受你拣选的时，成做你的儿女。领受着满满的恩典，阮的心内是充满着热心要服侍主。阮也较无要学主为着阮牺牲的好模样，要来学习，要行你爱阮行的路。你也爱阮疼别人，亲像家己，也爱阮常常来倚靠你。总是天父上帝，阮常常为着家己立志，要好款待人，要热心传福音。要关心人，要帮助人，毋过当阮拄着病痛，拄着种种的苦楚，有时阵受着伤害的时阵，阁有世事的变化的时阵，人的心无可靠，
主啊，阮就失去了信心，也失去疼心，无爱搁甲人亲近，甚至无爱甲你相见面。主啊，求你来赦免阮，甚至连阮的国家即马面临着真侪改革的事务的时阵，有时阵也影响着阮本身的利益。即个时阵，阮嘛会落入伫无搁疼即个国家，无爱疼人，甚至对即个国家生出怀疑的心。恳求天父上帝，你的圣神来帮助阮，搁较会晓来倚靠天父上帝。有时阵，阮软正失去信心的时阵，阮甚至会怀疑上帝你的疼是伫倒位。主啊，求你帮助阮，当阮失去起初疼主、服侍主、疼人热诚的心的时阵，加在天父上帝引带阮来到伫你的面前。今早起，阮会带牧师要用疼是行救忍耐的题目来传讲主的话，互阮通明白，无论阮是伫啥物款的境遇，要安怎持守疼主、疼人、疼国家的心的时，要来行头前路程的时，因为靠着阮家己，阮实在无法度去行。求人民人的天父上帝，互阮有安静的心来领受今仔日牧师要传讲的信息。你的圣神将上帝的话来帮助阮，主的疼来充满阮，互阮的心内因为有主的疼，有主的生命伫阮的内底，阮的心搁较有气力，互阮有疼的气力，互阮对今仔日开始搁重新有疼的教会生活，有疼的家庭生活。求你不断来帮助，来调整阮家己的态度，互阮有智慧，互阮知影阮要安怎样甲兄弟学习彼此相疼，有能力帮助别人，帮助你爱阮做的事。愿主你的圣神这阵帮助阮，继续有疼主疼人，互阮内外有一致的心，互人伫阮的心中看见上帝你的疼，因为你的疼来见证上帝你的荣光，互你的灵加祝福伫阮的心中，互得救的人也搁加添伫主你的大家庭内底。阮的祈祷无够完全，阮要用主你教示阮的祈祷文做伙来祈祷。阮伫天灵的父，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今仔互阮，赦免阮的过犯，亲像阮也赦免过阮的人。无得带阮入伫试，就叫阮脱离迄个歹。因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咱做伙交托启用文，记载伫启用文33篇。启用文第33篇是伫以赛亚40篇。启用文33篇，恁究竟要将治罪比评上帝？恁也目看顶面，照数目带遐个万军出来。因为伊的大权能、大气力。雅各啊，你啥事讲？我的道路稳捌伫耶和华。你敢袂知嘛？你敢袂听见嘛？伊无夜也无sen，夜sen的伊互伊气力。少年人也为夜为sen，
勇壮的人也会跋倒。伊要亲像鹰鸟，天翼飞悬。咱搁三甲来吟诗，学了上帝圣诗47首，圣诗47首，请咱起立来吟。即个时阵，咱要请圣歌嘉南诗班来为咱献唱。Yeah.
三甲来领受上帝话，记载伫哥林多前书13章第1节到13节。哥林多前书13章第1节到13节。我就是会讲人间逐种的话，甚至伫天上的话，若是无有听，我的话亲像吵闹的锣，甲响亮的钹一样。我设使有讲道的才能，也会当明白详细逐种的代码、逐种的奥妙，甚至有坚定的信心，会当移山倒海。若是无有听，就无算啥物。第3节。我设使将所有的财产，拢捐互人，甚至牺牲家己的身体，互人烧。若是无有听，我所做犹原是无有利益。听是坚定忍耐的、忍慈的，有听的就无嫉妒，无自夸，无骄傲，无做妄动的事，无自私，无轻易动生气，无记牢别人的过错。无欢喜不义，只爱真理，听会当包容一切，对一切有信心，对一切有仰望，会忍受一切。第8节，听是永恒的，讲道的才能是暂时的，讲灵语的文士总有一天会煞，财物也会真做过去。因为咱的财物有限，讲道的文士也有限，可是迄个完全的一到，有限的就会消失。我做囡仔的时阵，讲话亲像囡仔，情感亲像囡仔，想法也亲像囡仔。即马我已经长大成人，我将囡仔的气的事拢放下。12节，咱即马所看见的是间接对镜来看见的影像。无清，将来就会面对面看得清清楚楚。我即马对上帝认捌无完全，将来就会完全，若亲像上帝完全认捌我一样。若是信心、仰望、甲听，即3款的永存的，伫其中上重要的是听。愿上帝祝福听伊的话，照安尼去行的人。这时，咱要请咱的主任牧师、蔡正道牧师来传讲主的信息。听是恒久忍耐。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今日牧师今日要甲大家分享这系列的讲章的第2讲，就是听是恒久忍耐。台语是翻译做听是熬宽容哈。这段咱对遐所读的这段经文，是将保罗先生将听的特性表达甲非常清楚。伊伫这段经文中间，总共列出15个有关听的特质，其中有7个是用正面的方式来表示，另外8个用否定的形式来表示，就是讲，伊有讲到听是啥物是啥物，也有讲到听毋是啥物。这15个形式拢非常重要，所以牧师大概会分这系列的讲章，我会分做30几个讲题，甲大家分享。今日这段经文吼，咱大概爱分批看，爱看25礼拜吼，所以咱爱详细来看。检采有人会讲，牧师你嘛较认真的吼，这段经文吼讲遐侪遍吼。但是牧师要大家讲吼，这是真要紧的一个功课吼，因为听对听的了解甲实践是咱一生的功课吼，所以这是相当重要一段经文。咱的信仰是讲听的信仰，所以咱真爱认真来学习。所以要领受今仔日的信息之前，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阮真实明白你的话语是有气力，会当常常帮助阮、激励阮、引带阮。所以主啊，阮只是要注心伫你的话语中间，恳求主你帮助阮，会当排除阮心中阻碍阮领受你话语的一切因素，互阮会当专注伫你的话语顶面，也有智慧、有信心、有听心，将你的话实践出来。阮恳求主你帮助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免。
咱做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咱伫咱的人生过程中间，咱真实在咱是咧追求真理甲活命。但是即个过程中间有一个功课，就是对伫听爱有正确的了解，而且将伊实践出来。这对咱每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来讲，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因为咱明捌听、实践听，对咱生命的成长有帮助，也当利益伫每一个甲咱接触的人。对咱来讲，上帝就是听。而且咱看见着圣经中间记载，圣神所结的果子中间有一个性质，就是忍耐，就是听。上帝国的本质之一也是听，上帝国的基础也是听。所以，咱每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对伫听的了解甲实践，会成做咱整个信仰真重要的一件事，也是咱整个信仰甲神学的核心。如果咱的信仰甲神学将听摕出来，安尼就毋是咱的信仰。一个无听的神学，一个无听的信仰，就是空谈。咱的信仰就是一个影。所以咱爱真实清楚，就是讲，咱真实爱去了解听，而且将听实践出来。就亲像保罗先生所讲的，伊讲我检查会通讲人间逐样的话，甚至天使的话，就是讲方言啦。但是我若无听，我的话语拢无意义啊！亲像等的动气甲响的喇叭相款。因为我说书有真有才能，有讲道的才能，而且明白所有的知识、所有的奥妙，要有坚强的信心，会当移山倒海。但是如果我若无听，就无算做是啥物。我甚至会当将我所有的财产拢捐互人，牺牲家己的身体互人火烧。但是若无听，我所做的犹原无利益。所以保罗先生对咱讲，听对咱来讲是非常重要。咱所有做、所有思想、所有推动的事工，如果若无听，才做咱的动机，一切拢是空空。所以咱真实爱去学习听，然后实践听。所以牧师期待咱伫即系列的讲章中间，咱一方面去了解听是啥物，另外一方面，咱也爱将即个听来实践出来。毋通简单伫思想内底有听，喙内底有听，咱伫行动中间也爱将听表明出来。事实上，咱今仔有机会会当来做一件听的行动，就是咱的周报中间拢有业一个奉献地，这是对伫原住民传道者生活补助金的奉献。因为咱知影真侪原住民部落的牧者，因的服侍是真艰苦。教会的收入无法度，教会信徒的奉献无法度维持因的生活的需要，所以除了牧养以外，因必须要搁再做另外的工作，所以排真重的重担。相连教会对过去到现在，拢有看见即款的需要，伫真侪咱的中级的推动下面，咱去帮助遮的原住民传道者，咱看见因真正的需要，一当互因一点仔帮助。希望会当减轻因的负担，这是咱共同会来参与的一件事。教会已经有一部分金钱的补助，其他的部分咱做伙来参与。因为咱参与的这个行动，是表明咱真正听别人。这是一个实践听的一个行动。所以伫遮鼓励大家会当来参与、来奉献。好，咱即马就来进入今日的主题。咱今日要先讲听的第一个性质。就是保罗先生讲，听是恒久忍耐，就是台语圣经翻译做听是够宽容，首先咱先来看这忍耐这个字，这汉字这个忍，真特别，就是心肝顶面插一支刀啦，心肝顶面插一支刀会安怎？会死伫死之前会疼啦，未死之前会疼对无？足疼对无？心肝顶面插一支刀，表明讲这是非常疼的代志。
表示讲忍耐吼，毋是一件轻松的代志，相对吼，就是讲忍耐是一件真痛苦的代志。咱台语吼，即个忍耐吼，咱是来讲做疼对无？啊，疼有两种意思，一种是疼惜哦忍耐的意思，另外一种就是讲真疼嘛吼。所以心肝若真疼去疼惜别人，这就是保罗先生所讲的疼的第一个定义。疼是忍耐啊。伫圣经中间有两字咧讲忍耐。第一字叫做 hupomone， 吼，即个字就是对环境的忍耐，就是当一个人伊拄着试炼甲患难，外在环境真歹，但是伊犹原会当保持坚定甲稳定，吼，即款的叫做 hupomone， 对环境的忍耐，吼，啊，即款忍耐就是咱拄着一件代志，吼。环境外在环境无好，但是咱忍耐到底，吼，所以圣经中间对咱讲，独忍耐到底，的确得到救。啊，即种忍耐吼，伊的动机吼，伊的动力是有仰望，吼有仰望。因为我有仰望，所以我会当环境无好，我会当忍耐。亲像咧种植的人，吼，种植的人，咱在种植是真艰苦。咱大家毋知咱中间敢有人咧做事吼种植，啊其实吼我细汉吼，我有一个愿望，就是讲我毋嘛讲会当做事啦吼，因为我真爱食饭啊吼，啊所以讲我做事袂晓着吼。哦，但是吼到尾感觉讲吼做事是真艰苦，我去可能尔当做肥料尔吼，所以吼我就放弃，因为做事足艰苦吼，爱先犁田，啊，然后爱野种子，啊，搁爱种子野了，搁爱灌压，啊，搁爱除草，吼，啊，掠虫，吼，啊，为虾米做事人伊会遐尼艰苦的中间，伊会当忍耐？因为伊有一个仰望，仰望讲哦，有一天一定会当修成，吼，所以这个富婆母呢，这个忍耐吼，伊是因为我有一个仰望，所以我会当忍耐。啊，亲像讲忍耐到底，的确得救。因为我会当得救，我有即个仰望，所以我伫对环境无好，我会当忍耐。这是圣经中间的第一个字，吼。但是毋是咱今仔所讲的即个字。咱今仔所讲的即个字，吼，叫做马可斯米亚，吼，即个字，吼，就是对人的忍耐。咱今仔所读的即个忍耐，吼，台语汉语本翻译做宽容。伊真正意思就是讲，一个人去互糟蹋，去互攻击，去互批评，外在别人对伊有真侪无好款待的代志，但是伊心中犹原有平静安稳的灵。伊袂快生气，吼，袂讲真紧就生气。虽然伊有能力去人报仇，但是伊选择无要用歹来对待对方，伊忍耐，啊，这种忍耐吼，伊主要的力量毋是仰望，伊是疼，因为这人歹快那你，但是你甚至你有够遐的力量去报复对方，但是因为疼的缘故，所以你愿意忍耐，无报仇，这是这个字真正的意思。啊，这个字其实是上帝的性质啊。好，咱伫旧约圣经中间，咱拢会看见到，圣经中间记载，上帝是一个无快生气的上帝，对无？咱拄则启应文中间，咱有启应着讲，上帝是无快生气的上帝。啊，新约中间嘛提起着，上帝一直咧忍耐咱人。吼，比如讲彼得后书第3章第9节，伊就讲，为虾米耶稣基督也袂阁再来？当时阵的人拢咧听候耶稣基督搁再来，因为耶稣基督搁再来就是审判的时刻到嘛。但是耶稣基督一直无搁再来，吼。伊讲毋是上帝咧耽误啦，是因为上帝宽容忍耐。上帝为虾米要宽容忍耐？因为咱来知哦，耶稣基督若搁再来，审判就来到哦。
迄阵所有的罪人，所有还未悔改认罪的罪人，还未相信耶稣基督的罪人，拢爱受审判，严厉的审判。所以上帝因为真爱这个罪人，真疼这个罪人，无愿意有一个人沉沦，是爱人人拢得救。所以上帝暂时无互耶稣搁再来，互咱有一段时间，互咱有时间通好悔改，有机会通好得到拯救。所以上帝是一个一直咧忍耐咱的上帝。好，咱咧讲即个疼，就是忍耐，因为这是上帝的性质。所以咱爱去学习，但是咱看记着好学本的圣经，安尼写讲，疼是恒久忍耐，对无？伊伫忍耐头前，佫加一个恒久，咱台语的圣经是翻译做疼是饶宽容，为什么要加这两字？这两个词呢？为什么要加恒久这个字？因为忍耐价值实在是恒久了，恒久。因为咱中间逐个人拢嘛晓忍耐，只是迄脾气较歹的人，我忍耐3秒钟啊，忍耐3秒钟，这都毋是真正的疼。所以保罗真正的意思就是讲，忍耐真正的价值是表现伫恒久。当一个人对别人的忍耐，久到一个程度，忍耐到一直到时间一直到一个程度。到恒久这个时阵，安尼就完成了疼，完成了疼。所以咱台语翻译做饶啦，饶宽容。这饶意思嘛是类似，就是讲，毋是真容易就放弃忍耐，就真饶忍耐。但是安尼可能咱在座所有的兄弟姊妹问讲，安尼恒久到底是偌久？我要忍耐到偌久才是真实的疼？伫遮恒久的意思毋是永远哦，咱来理解恒久忍耐这其实咱拄则讲过，伊是咧表达上帝的本性嘛。伊对罪人忍耐，毋茫因会当悔改。但是咱来了解上帝是无快快生气的上帝，但是伊毋是无生气的上帝上帝有一天会生气。伊袂永远忍耐落去，有一天，照圣经所讲，上帝会差遣耶稣搁再来，迄个时阵审判的时刻就来到。所以恒久毋是永远，是有一段时间安尼恒久到底偌久？圣经中间才有讲偌久其实咱伫圣经中间无人讲恒久是偌久，也是几分钟、几点钟、几工，也是讲几冬，无安尼讲。其实咱若认真去思想，恒久是代表一种态度，这种态度就是一种坚持的态度。所以现代中文译本来翻译做“疼是坚忍”，疼是一种坚持。坚持啥物货？坚持忍耐，坚持忍耐，就是无论到啥物款的情况，拢坚持忍耐，用忍耐来面对一切人的挑战甲攻击。这是耶稣基督的教训中间的一个中心。咱敢会记即伫圣经中间有一遍，彼得来找耶稣，伊讲主啊，若讲我的兄弟得罪我会饶赦伊几遍？7遍够有够？耶稣讲，毋是7遍，是偌济？70个7遍。70个7遍是几遍？有人算算讲490遍，所以伊若人得罪伊记一个记起来，1遍、2遍、3遍、4遍、5遍，好，等到489遍，你后一遍你就试看卖其实咱知影耶稣咧讲的意思毋是安尼，耶稣的意思是讲，了赦是一种态度，爱坚持了赦。7是完全数，70个7遍表示讲，咱爱尽可能性来了赦。所以相反，伫遮咧讲忍耐是，如果你若是疼的话，就是任何情况下面拢会坚持忍耐的态度。若安尼，咱可能会拄到一个问题，讲
安尼牧师啊，我啉到最后，我敢会内伤，吼，真有可能啦，吼，真有可能。但是等下牧师会帮助咱大家做伙来避免即款的伤害，吼。但即个进程，吼，咱来知一点吼，这点是非常重要，就是恒久忍耐，毋是宽容罪恶，吼。反正忍耐是忍耐罪人，毋是忍受罪行。如果咱若无理解即个差异吼，安尼今日所讲的信息，就变做咱的信用的这鸦片，吼，就变做麻醉剂啦，吼。就讲咱用这来麻醉家己，吼。因为咱来理解就讲，上帝是无快快受气的上帝，并毋是讲上帝无受气哦。上帝是对人的罪行为来受气，但是上帝也对人罪人怜悯。吼，举一个咱顶回有讲过，吼，咱有讲到约拿的故事。约拿的故事中间记载讲，上帝对尼尼微城的人，因的歹所行，上帝真生气。上帝原本要去要来降灾的伫即个中间，但是伊互因一个机会，所以伊差遣先知约拿，去人传讲上帝的信息嘛，叫上帝。这约拿去到即个尼尼微城，传播上帝的信息了，叫全城的人拢悔改，所以上帝都无刑罚因嘛。因为上帝是对人的罪行为厌恶，但是伊是同时也疼罪人。所以咱爱真实明白，就是上帝是对人的歹所行会生气，但是伊怜悯有罪的人。伫圣经中间，咱看见到上帝疼人疼到一个程度，所以伊设立耶稣基督做挽回者，是要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来显明伊的义，因为伊用忍耐的心来宽容人早前所犯的罪，通好伫今时显明伊的义。所以上帝伫历史中间看见到一切先知来对一切人传讲上帝的心意。人若搁犯罪，一直犯罪，到最后伊将伊的独生囝耶稣基督赏赐互人，透过安尼，互人有得救的机会啦。所以咱爱真实明白着讲，恒久忍耐，毋是宽容罪恶，毋是接受罪行，是安那？是怜悯罪人，盼望伊会当改变。所以今仔日咱咧处理真侪咱生活中间拄着的代志。比如讲，咱看见到现在社会有真侪家庭暴力的代志发生。面对即款的代志，咱采取的态度，毋是讲对这个受伤害的人讲你着忍受啦，你要顾全大局啦，为着你的家庭，为着你的囡仔，你着爱较忍耐。咱毋是安尼，咱是爱要求即个伫即家庭中间施行暴力的人爱改变，停止伊的歹所行。这才是忍耐真正的意义啊！所以咱互伊有一个机会来改变，这才是真正忍耐的意义。所以面对罪人，咱也有忍耐宽容的心，期待伊会当悔改。但是咱爱严格去拒绝罪行的发生。接下来牧师要互大家几个关系忍耐的建议。因为什么要互大家这个建议？因为咱知影。即款恒久忍耐的疼是来自上帝的疼，伊是上帝疼的本质之一。所以，当咱要学习即种疼的时阵吼，咱当时阵爱学习几件代志，以免咱伫实践的过程中间受伤害。因为咱所信仰的上帝是未受伤害的上帝嘛，吼。但是咱人是血气软弱，所以咱人会受伤。所以在实践即项疼、恒久忍耐的疼的时阵，咱爱特别细腻。无你就会内伤，所以牧师有3项建议。第一项建议就是伫恒久忍耐的过程中间咱爱有积极性的作为，就是别人咧伤害咱，咱伫即个忍耐的过程中间，咱爱互伊明白讲，伊所做的代志已经伤害着咱，咱无真欢喜。所以恒久忍耐用意是盼望对方会当改变，所以忍耐过程中间，咱来透过沟通来表达
咱的期待，咱的期待是安怎？伊会当停止伊的歹所行，毋通互咱继续伤害。所以真正的忍耐是积极性的，是为着要挽回对方。所以伫忍耐过程中间，咱爱用智慧去温柔苛刻，毋望对方改变。常常有人误解忍耐，所以忍耐就是单一方面一直忍，一直忍受，然后心内就埋怨讲：哦，我的命较遮尔歹，拄着即个人，这毋是真正的忍耐。真正的忍耐是会当带来迄个改变的忍耐。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圣经嘛安尼对咱讲，伊讲：假使你的兄弟得罪你，你就去，趁酒甲伊甲你做伙的时阵，指出伊的错误来。若伊阁毋改变，要安怎？就招一寡人做伙去来劝勉。若伊阁毋改变，要安怎？圣经来讲吼，咱着将伊当作外邦人吼。咱来明白即件代志哦，毋是讲将伊当作外邦人，就是无要插伊，就是讲将伊当作无认捌上帝的人，咱用搁较济的包容甲疼心去挽回伊啦。这是圣经真正爱咱做的吼。所以真正的忍耐是积极性的，咱爱有行动，要求对方改变。第二项，就是伫恒久忍耐的过程中间，有一件代志真重要，迄就是了赦。赦免，你若伫忍耐过程中间，你若无学习了赦的功课，安尼忍耐就是一种折磨。因为你面对一个伤害你的人，你若无真心去了赦伊，你对伊的忍耐，就会伤害到家己。但是了赦有一种功效。就是发咱伫即个了赦的过程中间，不断去领受上帝的恩典。咱知影上帝了赦咱，所以咱也有期待，咱会当去了赦别人。所以咱伫即个过程中间，不断去领受上帝的恩典，不断被医治，这是忍耐带予咱上介大的好处。互咱伫即个过程中间，也充满信心甲福源的开展。了赦的功课是真深的功课，牧师以后会甲大家做伙分享。但是今仔要甲大家分享一个秘诀，就是咱第三项，就是伫即个了赦的过程中间，爱不住祈祷，毋简单为着你祈祷，也爱为着对方祈祷。咱知影恒久忍耐的目的就是要得到对方嘛，所以。咱伫这过程中间，爱为着双方来祈祷，求上帝互你有气力，也求对方会当得到改变。而且你伫祈祷的中间吼，你嘛会当渐渐去徛伫对方的立场去想这个代志，你会当比较理解伊为虾米安尼做。所以耶稣基督讲，爱听你的对敌，而且为迫害你的人祈祷。当然，牧师嘛真清楚。这是甲咱的本性咧对抗。咱的本性就是咱怨恨迄个迫害咱的人，咱较疼迄个甲咱亲爱的人。所以恒久忍耐，替对敌祈祷，这是咱爱学习的一个功课。真正是真困难。我有一遍经验，我有一遍在我牧师娘甲我的小妹对台南要到公山的所在，去找一个朋友。伫开车，我每日开车拢真快乐开车要出去顺便佚佗开到迄个一个路口，我就停红灯，我就停落来。突然间我感觉讲较有人去客着我的车啦我就拍开窗仔门一看，看后壁有一只迄个。真大只的轿车迄台车一直咧客我的车想要客到我迄车门遐拢哔哔哔有声音所以已经弄着是真慢安尼弄着我就看我车顶坐4个安尼彪形大汉体格拢真好面红光光，像啉酒的款我想讲安尼嘛是爱解决我就来比一个手势来讲咱停伫。咱车阳顶过了，咱就停伫路边来看讲到底造成什么款的问题
大家当然想讲，我毋知敢会惊袂吼。啊，其实吼，迄是我想讲简单处理咱河海队吼，啊，而且我体格有若袂歹啦吼，啊，无啥咧惊，所以我就停伫咧路边吼。啊，伊就头去就对我慢慢啊驶吼，驶去对我后壁，结果吼，无偌久吼，我车停来了，门拍开要落来，伊突然间拢加速吼，拢往迄个高雄的方向走去。哦，迄个时阵吼，阮规车的人拢真生气，真生气吼，气甲要死吼。啊，阮小妹吼，较冷静吼，伊就讲，啊，迄车牌已经记好啊，伊讲啊，即摆无路，无你走去啊吼，啊，你也对袂着，人伊进口的轿车驶真紧就驶啊，我对袂着吼，车牌已经记啊。啊，因为迄个时阵，阮遐拢无手机啊，吼，迄个时代，也无手机也无真风行的时阵吼，啊，所以阮就原本是真快乐要出去佚佗。结果吼，对着即款代志吼，我大家拢真艰苦。啊，结果开差不多10分钟吼，突然间我看到头前有车祸啦。啊，一看到迄台车吼，去弄着一只拖拉机啦吼，我弄啊伊个车头拢变去吼，你敢知吼？我偌欢喜的。啊，阮小妹因拢拍扑啊，我手下寒冬都袂当拍扑啊，但是我心中足欢喜的。啊，我想讲吼。安尼袂要紧啦，安尼代志，反正伊已经家己发生遮尔大伤害，就算了啦吼。我就继续开吼。啊，但是开一段时间了，阮突然规台车拢安静落来。啊，迄个时阵我就开始想讲，我做一个牧师吼，啊，别人发生车祸，我遐尼欢喜吼，安尼敢毋对？所以吼，我想讲，圣经大人讲吼，爱听你的对着，而且为着迫害你的人祈祷。所以我就伫即车顶替伊祈祷，我讲求上帝吼，互伊透过即个事件会当有一个反省。啊，牧师要讲即个例，互大家知，就讲，咱常常会将圣经的话买去记，吼，这是耶稣基督对咱的要求，伊对咱的期待。但是咱伫生活中间，有时阵会袂记起上帝的话。所以期待讲，咱伫实行即个恒久忍耐功课顶面，爱求圣神来帮助咱，互咱得到即款的快乐，咱才会当甲咱的本性对抗，真正将恒久忍耐即个功课学习了真好。这时阵牧师要替大家来祈祷，咱将咱的目睭闭起来。可能牧师咧讲道的过程中间，你心中有负一个人，还是一寡人？这个人可能捌伤害过你，互你的心肝感觉真艰苦。或者是你生活中间有甲啥物人有因为误解，有一寡冲突，也袂和解，依然有怨恨无了解伫你的心中。我想今仔的信息是为你准备的。如果你若需要牧师这个时阵替你祈祷祝福，你会当将你的手举起来。我确信上帝要透过咱共同的祈祷，帮助你会当伫这个忍耐过程中间，会当了解，会当解决你目前的状况。咱举手起来了，就当放落来吼。咱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恳求你，甲阮三脚伫地。透过你的话，阮明白，疼是恒久忍耐，只有忍耐，才会当成全真实的疼。阮也真清楚，伫忍耐过程中间，阮必须要有一寡行动。所以，阮恳求主，你加替阮快乐，互阮真实实践你的疼。帮助阮，特别是也伫你的面前，也祈求这兄弟姊妹，主你用你的圣神充满阮，互阮会当伫了解对方的过程中间，也得到医治，也帮助阮会当真实甲伤害阮的人和解。主，阮恳求你赐福保守看顾阮每一人。互阮充满对圣神来的疼，也会当将这个疼实践出来，来荣光你。阮来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
请咱各同心来吟诗，学了上帝圣诗274首，请咱起立来吟。这时我代表双连教会欢迎今仔日来咱双连教会做礼拜来宾。你若还袂伫外口爱望的所在填写留名卡，请你这时写好，交予收奉献的执事，互阮有机会来介绍你。这时咱做伙来奉献，奉献是咱对上帝表达心意，来参与伫圣工的路用，请咱这时来奉献。
诗歌来表达咱对上帝的感恩。请坐，这时我来报告。咱今仔日所定的关怀主日是为着原住民的传道者的生活补助金，呼吁咱继续为着这个事来关心代祷，诚做原住民传道者的帮赞甲支持。特别咱教会也拢有准备这个钱，搁足需要逐个人来参与，互这个牧者搁较得到真好的关怀。多谢大家。特别今仔日，咱的椰子团契为谢淑林牧师带领吼，到伫森林溪的所在，伫遐旅游有66位，请咱继续为因代祷，互因一路拢平安。咱第2项的报告伫第5页吼，咱礼拜时间地点的调整，5月第1个主日5月初7，第2甲第5场的礼拜要合伫主日的9点伫咱10楼遮礼拜举行，礼拜堂举行。5月份开始，第2场的礼拜场地也要变更伫10楼的礼拜堂，请兄弟留意来参加。第3项，咱全教会灵修会是5月13，文化福音甲文化的宗教改革信仰的反省，是咱要请台南新学院的王崇尧牧师来传讲这个信息。咱需要报名吼，一人100块，请咱较侪人来参与吼，咱会当施恩会也是谢莹莹干事遐来报名。你若要爱看详细资料，就咱伫外口的走廊遐，请咱来客。第4项，咱的总务的会消息，因为咱的教会要更新信徒的名册，为着要符合个人的资料保护法，伫2月24已经有寄出去的个人的资料的收集的同意书。如果你若无收到，请咱甲咱的办公室遐甲因讲吼，互因当知影。因为咱要做名册，会当方便大家的联络吼，所以请咱来填写，来做伙来配合。后礼拜是圣餐的主日，咱的洗礼的广地已经有好啊吼，咱会当甲郭怡新干事遐来客吼，然后洗礼的人。咱来先到第7页，咱有要洗礼前的造就班吼，咱伫8月27个有要洗礼的报名吼，所以若是你有受感动，要诚做上帝的囝儿，你着来参与洗礼前的造就班。7月15到22日吼，拢是礼拜日，即马咱有改时间吼，所以咱请咱来注意，若带要洗礼的人来参与即个所在。搁有第7页是资讯传播委员吼，咱教会即马有传播委员会吼，就是咱嘛有电视迄个直播吼，因为咱检测有个人身躯欠安，也是有代志无法度来到伫教会做礼拜，也是出外旅游，咱拢会通透过网络，也是咱的手机的 LINE 吼，爱当收看咱的礼拜，爱当做伙来参与敬拜。愿上帝祝福，袂当来到伫咱中间的兄弟，无论因是啥物所在，拢得到上帝的祝福，领受即个恩典。要特别报告是为着咱的教会双联新增基金会有一个福气包的募集，5万会当募集到150份吼，1份是500块，会当诚做伫新庄区遐新庄也是淡水遐的一寡弱小的家庭吼，1份500块，所以请咱来参与即个事工。
啊，搁伫7星中会有妇女事工部，是伫5月初8伫咱双连教会遮举行吼，所以请妇女来报名吼，甲妇女团契的会长也是同工来报名吼。5月初8下晡1点半到3点半，请咱侪侪关心，因为妇女事工部的区长是咱的那个李明雪长老吼，所以请咱来参与，侪侪人来参与。这时阵，咱要请咱的牧师来牧养的代祷。大家平安。毋知今日到第一遍来甲咱做伙敬拜兄弟姊妹。好，啊，牧师啊，大家特别提醒吼，咱伫5月13有一个全教会领袖会，啊，希望讲大家当报名吼，因为咱今年是宗教改革500天的纪念。啊，所以咱透过即个题目，会当帮助咱搁较清楚，咱的信仰是爱不断进步甲更新吼。啊，希望讲大家会当来报名参加吼。啊，即个时阵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互阮来到圣殿亲近你、敬拜你，也领受你所赏赐一切恩典。主，阮要安尼，因为安尼来献上阮的感谢。阮恳求主你啊，赐福保守看顾，互阮中间有心神软弱的兄弟姊妹，拢会当得到对主遐来安慰。阮中间也有肉体有病痛的兄弟姊妹，求主你亲自医治，赐落复原的气力，互阮会当完全复原。主啊，阮也恳求你赏赐阮教业的信心，互阮凡事仰望你，凡事信靠你。要用阮的生命见证来荣耀你，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这时阵，咱同心来吟上咏509首，请咱起立来吟。愿天父上帝慈悲怜悯，耶稣基督拯救疼痛，圣神的感动扶持相通，常常甲恁伫地，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谢谢，绿岛谢阮享受初见。